屏东的民用工厂火烧的事故，造成4个消防员过身。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要求政府爱伫各方面来进行改革，嘛划出讲顾治安、爱公安、做工会3大诉求。今仔下暗8点因要伫凯道办暗会活动，希望讲政府会当听到消防基层的心声。 屏东的民用工厂火烧事故，致使4位消防员过身。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要求政府伫各方面进行改革，划出顾治安、爱公安、做工会3大诉求。伫咧找到暗时，因唔惊风雨，有关会伫凯道举行暗会活动，希望政府重视因的诉求。是如果能够修订我们公务人员保障法，能够有个治安专章的话，那应该它也是可以 发挥类似治安法的方式，在我们公务的体系先行运作，有效力的治安卫的制度这样子。 虽望劳工的治安法内底，雇主若是违法会受到处罚，但是因为消防员属公务人员的身份，所以无适用。消促会认为未来当伫公务人员保障法当中修订职场安全的专章，才会当实际发挥安全保障和处罚效力的功能。另外，针对做工会的诉求，虽然行政院和劳动部有讲会照公务人员协会法落去修订办法，但是消促会认为协会法无法度保障基层未来会当有和主管机关平等协商的权利。 我们依旧认为，公务人员协会法并不是保障消防员结社权，它可能更会是影响我们在争取结社权上面的绊脚石。所以，在公务人员协会法里面，劳动3权是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那我们希望 行政院可以暂缓这样子的公务人员协会法的草案。针对消促会的3大诉求，行政院指出，10月12日开始会由副院长伫文产中开会议，邀请消促会参与各项讨论。消促会嘛讲，希望政府莫互因失望，若无因会继续抗争。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